继续咱来看合法的加烧粉，为17开始伫咧各大超商咧卖。不过包装顶悬并无写尼古丁的量，所以才卖一工尔就随落市。卫福部长赵忠良讲，因为产品标示无下规定，落市回收，重新标示了后，才会当搁卖。 便利超商自这个月17开始，一旦卖合法的加热粉，卫生部长石仲良加国建署长沈正芬，还有地方的卫生局人员，第一天带队到超商稽查，也强调法律禁止卖粉品和也未满20岁青少年。 请他特别的落实他店内的这些贩售人员的教育，特别要去强调停、看、问哦，他一定要停下来，要看一下，要问他到底有没有满20岁，甚至可以要求他出示证件。不过合法的加热粉因为无依照规定标示尼古丁含量，才上市一天就被下架。卫生部长石仲良讲，相关产品标示无符合规定，依法下架回收，这嘛已经全部完成。 再个重新正确标示了，才会使个采起嚟卖。从各卫生局呢传回来的稽查结果也发现呢，有一些标示呢不符合规定啊，所以呢经过内部的讨论之后，那么确定呢它应该依法那么下架回收，它所有的。 这个上市规定还是应该要符合烟害防治法跟它的法规的规定，特别是标示上的要清楚。国建署表示，加热粉的业者应该照规定标示尼古丁含量。食药署已经研发加热粉的尼古丁检测方法，并且传好检测的量能。 当时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肯定卫生部第一时间就依法要求所有无标示尼古丁含量的加热粉下架，并且赞成应该检验市面上加热粉尼古丁的含量，让大众知影。记者综合报道。